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戏剧大师李国修捌讲过，讲伊这世人敢若想要做好一件代志，就是开门就台搬戏。伊虽然过身了，但是伊一手栽培子弟兵，已经慢慢伫咧戏剧界开枝散叶。像曾经伫咧屏风表演班担任导演的黄志凯。到自立门户创办故事工厂，开创出特殊的风格。还有李国修的客查囝黄玉堂，伊是甲伊的翁婿，嘛是屏风表演班的演员亮哲，共同来创立着亮堂文创，甲屏风表演班的经典的作品，伫全台湾做巡回表演。因除了传承着李国修的精神，更加来融入着新世代的热情甲创意。继续就来看。李国修的子弟兵为台湾的剧场带来什么无同款的风景？咱即摆现场啊，总共有几个人啊？没有国修老师，就没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展现。而躺在地上的呢，是在酒廊。他曾经发生过在这片土地上投进去的这个种子，它是在的。好，那请问一下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你都强调，我算是把这个导向给看，没有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是悠悠的，还要玩吗？再玩吗？不要攻他，他的政治观有才好笑。眼神内纵观全场演员表情唔对，迄就是专属的台词无精准，全部拢倒袂过伊的法眼。伊是剧场导演黄玉堂，曾经是屏风表演班的成员，嘛是李国修的徒弟，甲客查囝。即间排练的作品是屏风表演班的经典作《三人行不行》。屏风表演班是无可取代的，就是国修老师，他的精神我们是可以传承的，但我们无法延续他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是亮堂不等于屏风。也不可以等于屏风，因为那是国修老师的时代，那我们是一个新的世代，但是我们有他的精神，然后我们会握着这个精神去做开创。在屏风停演了后，黄玉堂甲亮哲这对夫妻，2017年共同创立亮堂文创，开始巡回演出《三人行不行》。那是为32档的老剧本增加新元素，嘛有传承意义。黄玉堂在屏风14档，甲李国修的感情真好，一直到甲伊自立门户，才发现维持一个创作表演团体是这样艰困。为了演出亮泽，甚至还佫提出来抵押贷款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这是多么令人害怕的事情。因为每一张票就代表一个数字，然后每一场的数字是多少，才能确定我们的房子拿不拿得回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一次，我才能够让我了解说，哇，原来票房这件事情是这么的残酷，这么的直接。国修老师从以前到现在教我导演，只有一半的时间。另外一半的时间是在他当我加入屏风的时候，他逼我做行政，逼我学行销，逼我写企划，逼我解构剧本。然后这一切他跟我讲一件事，他说一个好的导演，如果你不懂如何经营，你将不能成就所有的人。可是他至少让我知道里面外面世界不一样，只是你有一天要出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手足无措。对剧团出发嘛，带着李国修的精神去开创。黄玉堂是导演，嘛是电视制作人，努力打造多元风格也是戏剧作品。颠倒是亮泽，虽然是演员，但是伊表演并不是伊的本行，个性较闭塞。伊一开始甚至连话拢讲袂好，因为既然加入屏风，才透过一次搁一次的磨练，跨越表达障碍。当然行不行是我演过最难的戏，那里面最难的一场戏，也就是目击者，他是直接在台上换角，然后所以那我演出了这个警察的角色，他又要跟演出那个喝醉酒的醉汉的角色，要在现场转换打架。那你必须在0.5秒之间转成醉汉，讲完台词之后，你要在0.5秒转成一个刚正不阿的警察，然后又必须要打一个非常精彩的套路，来来去去，我打他，你打我，自己打自己。当演员的时候，他下的指令或者说他给的建议，我反应没有那么快，所以我在消化，还在吃进去。但我的个性是这样，我突然间被打断，或者我突然间被质疑的时候，自己会生气。不是生气对方，而是生气自己做不到。
但这种事情可能在当下大家会看会觉得，他生气，他生气。大家会觉得这样有压力，因为是夫妻在工作啊。大家会觉得。然后我就觉得手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赶快做啊！玉堂甲亮泽两个人嘛是师徒的关系，就亲像李国修甲伊太太王月，老师教导因的，那只是伫剧场，嘛伫生活。他就是经过我之后，看着我，看到我说，亮子啊，还是一派轻松，就知道那个，把自己过好，把生活先过好，就都 OK 了，啊，懂吧，就走了。谁懂啊？但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大概可以理解这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把你的演员之路，或是把你的制作之路做好，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能量，让自己的生活是非常舒服跟圆满，跟身边的这些人相处是和睦的，热爱这些人，然后热爱你自己的人生跟生活，你这些事情才会圆圆满满的往下走。没有国修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，这句话好像有点重。应该说没有我妈就没有我嘛。可是没有国修老师就没有我今天所有的展现，他是我所有的养分最重要的那个源头。他鼓励我们，他说唯有子女的成就可以荣耀父母的灵魂。这句话要讲清楚嘛哈。国修老师就像我另外一个父亲，所以在我的未来路上要荣耀他是我的信念之一，我会让他觉得以我为荣。演员去习惯这100个 Q 点，不是说到进剧场才来哦，原来灯是这样子哦，音乐这边有，不是的，我们在排练场就要让演员习惯了，所以这是从过去从屏风一路到现在有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习惯。带咱来到排练场的是故事工厂的艺术总监黄志凯，伊详细讲到场内每一个小细节，就像涂骹这每一个是代表一公尺屏风，是为着要让演员模拟演出的舞台行位。伊曾经伫屏风11档是李国修第一的门生。2013年，李国修破病过身了后，伊创立故事工厂，已经推出4出的创作。当咧排演的是伊自编自导的《曾祖变快》。有时候我在看剧本的时候，自己会一下哭一下笑，是因为我进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里面，我会自己在脑中演一遍，然后再透过在排练场跟演员在说戏、在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去把我要的感觉，或是我对于角色关系的诠释，来和演员交换意见。那为什么我自己不上台演呢？就是演不好。曾祖变化演出第33场进行的排练，李凯伫台顶甲演员有讲有笑，虽然轻松不过真谨慎，是伊面对演出一贯的态度。全剧拢伫这曾祖的体力思想，甲人生比如做一场美式的游戏，我都逃脱的时阵，才当看开。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评断别人的痛苦，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，除非有一个人亲身经历我们6个人的遭遇，他才能比较出谁最不快乐。你是抬杠啊？在这部分，可能真的受了我的恩师李国修老师很深的影响。他自己在屏风这么多年来，自己编、自己导、自己演，好，然后我也觉得，他的3样编导演，我演的部分真的就演不来，但编导的部分我努力去学习，然后做原创的东西。那我觉得这是在成立故事工厂，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，就不断的做原创性高的作品。今年38岁黄志凯在屏风上爱成色黄金时期入门，凭着伊的才华，2017月就导演香港年代登上国家戏剧院。29岁时做恢复开幕典礼所指定演出的《百合恋》，连演196场，吸引30万人观看。只是到我2011年，伊自豪的作品《王国必买》，竟然意外互屏风带了700万。加上当时李国修得着癌症，互伊陷入3档的创作黑暗期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是老师教你还帮你缴学费？李国修很伟大，但是我为什么要看他徒弟的戏？因为他徒弟的戏必须要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生命。我自己每次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都会想，如果老师这时候还在，他会怎么处理？他会怎么告诉我应该怎么面对这些事情？很多事情就慢慢就会去通的，然后也知道他当初的辛苦跟当初的艰难。成立故事工厂了后，黄志凯家己掌管评估艺术甲票房，已经甲修心谨慎。李国修3个字是伊生命的印记，伊带着屏风精神，努力行出属于家己的一条路，创造出特别的价值。对他的敬仰，竟然是在他过世之后才开始的。我才发现，原来
他真的好伟大，自己还那么多不确定，那我有什么资格？我何德何能？我要去教别人呢？那我就想起国修老师，他当年扛的屏风，那负担当然是更大，可是他对我的教导是无微不至的，他从来没有藏一手，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他会回答你2个小时。他是一个这么样渴望和人分享的一位老师，所以我开始去佩服到他怎么会这么样的有热情，然后透过分享来进行自我整理。做过推理科幻情节各种类型的戏剧，李凯都无想要放煞，拄到困难时只要想起国修老师，伊就源源不断的能量继续创作。老师对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放在心里面。虽然他不在，可是我觉得，我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浮现他的脸。我会不断的努力，然后认真的创作，透过创作来反省生活，然后会不断的实践老师所教育我们的角色扮演与生活态度，然后不断努力去做到老师另外一个他对于我们做戏人的一个要求，就是看戏修心，演戏修行。他给自己的3个阶段就是：1求温饱，2求安定，3求传承。我相信这3个阶段都已经有付诸实践。它曾经发生过在这片土地上，我觉得投进去的这个种子，它是在的。继承李国修创作本意个别屏风6档来，主题并亲像一个经济也向四方，而且伫无同的舞台布演成长，因持续深耕舞台，嘛用创新的元素做养分，让戏剧发光发亮。对因来讲，努力和笑声充满伫个剧场，屏风表演班的精神就永远袂消失。为故事工厂到亮堂文创，这阵主题兵实实在在传承李国修创作的理念，甲对表演的坚持。另外，国内有一团真有名的表演艺术团体悠人成果，因为这场的大火，经历着创团31年来上大的浩劫。广告转来看因要安怎为废墟当中搁站起来。